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多謝大家繼續收睇收聽西華三寶。等我先喐一喐隻招財寶馬先，跟住會同大家由第一場開始，將我嘅心水講到第9場，盡量精簡，睇下10零分鐘講唔講得晒。嚟咯喎！第一場呢係由第5班馬跑呢個1000米最短途出馬12匹。我較為喜歡有個一檔9號天分高，喺較早之前退出咗，就係跑呢個路程。人哋嗰隻會展2號衝閘，佢反應快，跟住一齊衝，走咗一段頗長嘅路程，結果兩隻馬呢就退出嘅。咁輸咗2場之後，今場俾個一檔佢跑返谷草1000，唞夠休息夠，會唔會呢跑得更加好呢？我對佢係有啲期望嘅。配腳揀隻2開心馬，4班唔夠跑，5班又高一啲，加多隻3謙謙君子。記住葉楚航馬房謙謙君子。等陣間我會有一隻都係嚟自葉楚航馬房嘅好精神。第一場呢就3隻嘅啫。到咗第2場，我嘅心水馬就冇乜信心嘅，咁所以如果要買呢，就買鐵三角3號綠色好勁。點解揀佢？好老實講，我已經唔記得咗啦。反而6號寶城智星本身健康有啲問題，突然之間呢，健康好轉，嚟個大變身，爆咗個大冷門之後，一連3場都能夠跑第3，健康好轉，排檔差啲。佢再贏，我唔會感到意外。但係如果跑得曳，都可以理解嘅。咁第3隻我會揀八正道。如果頭場巴道有手影，第2場佢騎賽神仙呢隻八正道上場已經跑第3，繼續跑得好都好理所當然。所以今場呢3、6、10不妨買條鐵三角，記得買埋位置 Q 第3場啦，我第一選就係葉楚航馬房嘅7號馬好精神。呢隻馬2位難出頭，冇乜冠軍相，但係勝在穩陣。艾少禮騎可能跑高啲，所以第一選呢我會揀7。第2選我唔知你夠唔夠膽買嗰隻叫做東星月，新馬賽表現相當好，但係偏咗班表現曳。呢種情況呢，今個馬季好多隻都係咁即係新馬跑得好好，偏咗班就跑得差。可能呢3歲大把時間俾佢慢慢適應，唔急。不妨呢冷門留意下佢5號東星月。9號川河營區擺金城江，本身養喺呢個方家柏馬房。如果冇記錯呢，就請原諒，因為我都費事花時間撳入去啦。轉咗尤達榮馬房喺第4班起步，跑咗好幾場都仲未交代。金城江騎會唔會落力少少，俾多2錢肉緊，跑返個位置，甚至乎贏出嚟又得唔得啊？第3場我揀嗰3隻就都有啲分頭嘅，不妨呢，你夠薑嘅買條第2口孖寶，第2口嗰3隻射落嚟第3場呢3隻，不過成本高9注，自己諗啦。好啦，第4場呢，我嘅心水不如揀1隻好嘛？嚟自方家柏馬房嘅8號馬飛雲。如果你有聽開西華哥嘅節目，我曾經多次講話飛雲佢試過氣管內有大量嘅血液，或者氣管內有大量嘅痰液，試過1次就有2次、3次、4次，好多次，唔知佢幾時陣上有痰液有血液，跑唔出水準。但係相反呢隻馬只要佢健康好，個氣管內冇乜問題，當晚精精神神，以佢個底質係好高呢隻馬本身底質好高，不過內在有啲問題。亦即係話，如果佢今晚氣管內正正常常冇乜分泌物，狀態又好，又醒神精神，今晚有權殺晒。因為今晚呢一場馬有大樹遮陰，火燒都唔熱，熱極都有6倍7倍。我覺得有權呢推翻大局。我覺得
搏得過，因為已經輸咗3場，諗緊計仔㗎嘛。喂，你輸3場唔通又俾佢輸，繼續輸啊？係咪先？總會有一晚佢突然之間好醒神，就後追殺晒。所以我覺得今晚啊，咁多其他馬孭咗個飛，佢好分少少啦嘅時候，有權同你砌。所以第4場我揀一隻8，叫做飛雲。好啦，跟住第5場呢，我嘅心水第一選呢，後追嘅8號叫做奮鬥輝煌，排11檔後追冇所謂。2隻腳3隻腳嗱，聽住啦。第2隻腳放頭嘅1號爆笑，第3隻腳都係放嘅6號智勇名區，跟住加一隻又係底質高，上場終於都贏馬，但係有啲馬呢，佢贏咗啊，交代咗啊，話唔定第2仗呢會走樣。咁當然論民意佢嘅底質應該係全場最高嘅，不過我對佢有啲戒心，贏完之後通常呢啲咁嘅情況呢會走樣嘅居多，所以我用8拖1、2、6就係我嘅心水提供啦。好啦，第6場呢，我嘅心水係淨係講 number， 不如7號紅衣醒目加隻表現比較失準嘅2日馳千里，同埋8號電子宇宙。嗱，呢隻紅衣醒目本身佢個父系係日本馬，血統優良，所以佢嘅周歲價50萬澳元，即係折算港幣大概250萬，1歲250萬，你話係咪貴啊？梗係貴啦！如果遲啲買喺當地跑翻幾場頭馬，佢嘅身價分分鐘6球啊！所以呢，1歲馬主就即刻250萬買咗佢先，咁過嚟初跑谷草。通常呢，即係有啲馬擁有好高嘅質素，就唔會一跑跑沙田，一跑呢就先跑谷草1200，睇下佢得唔得啊？第一仗都係估下，不過得嘅成數都居多。咁先跑谷草1200，跑佢幾場，睇下咩情況，等佢適應香港嘅水土環境，俾佢跑下先，跑下谷草1200先，得唔得都好。到咗今個馬季接近季尾呢，或者下個馬季踏入4歲呢，就自然會將呢隻紅衣醒目過返去跑呢個田草1200或者1400、1600。總言之，先俾佢跑幾場谷草1200先，起碼跑3場，睇下佢嘅成績如何啦。睇下田泰安能唔能夠把握機會。好啦，跟住第7場，我嘅心水呢，大熱門6啦，正路之選，揀幾隻好分少少啊。5號叫做四季醒，上場好似有啲復甦跡象，呢隻馬都沉咗幾耐，既然復甦，跟一跟佢啦。咁7號天竺貓，場場都放頭走都喺度，唔揀佢唔得喎。咁8號刺烈神區，初跑谷草，佛亮老窩上場都係初跑谷草有表現，咁刺烈神區初跑谷草有表現都得噶嘛。所以呢，我就唔建議6、5，即係6拖5、7、8，反而互穿。點解互穿啊？6號嗰隻大熱死火，三甲不入，跑5、7、8，咁成件事咪好分好多好多咯。所以買互穿唔好慳啊！今場好啦，第8場呢，我嘅心水呢，唔解釋啦。第一選我會揀5無限美麗，又係呢隻馬復甦上場跑第2，輸好短距離咁繼續跑得好都理所當然。第2選1號川河洞區，馬主同埋練馬師都咁支持無險當，上場輸得咁接近，道理上今場應該換人，但係唔換人，值得尊重係馬主黃家駒先生。咁沈集成可能都游說黃家駒先生俾多次機會無險東。咁東東今晚要珍惜機會啦，希望你呢就跑贏3號嘅飲杯同埋5號嘅無限美麗。今晚我會同你打氣。好啦，最後第9場，2隻，一隻久久圍攻，前一仗贏馬上場，可能對手太強啦，咁預咗唔夠跑，所以佢係咁以跑翻個第3，冇乜用力。今場再砌過，
咁啊，另一隻呢，我會揀10一起美麗。喂，前邊無限美麗喎，後邊仲唔一起美麗？一起都美麗啊嘛，係咪啊？好啦，今集節目呢，幾多分鐘啊？哇，快喎！由第一場講到第9場，你知唔知啲？你知唔知啊？各位，你聽緊呢個節目幾着數？如果呢，要知道啊，西華哥由第一場至到第9場嘅心水，要喺 Let's Go 梁西華嘅主頻道成為我嘅付費會員，先至可以有第一場至第9場嘅心水。你呢，咁短時間10零分鐘就聽晒各場心水，姑勿論贏好輸好，起碼你哋着數咗先啊嘛。所以呢，好好珍惜未訂閱西華三寶，請你撳訂閱掣。另外我想補充一句，有冇發覺上一個賽馬天冇節目啊？因為我發覺呢，如果跑日馬呢，開跑時間12點半啦，我如果要一朝早錄節目，我又要早少少起身，跟住又要花成個鐘頭幫西華三寶錄製節目，咁又辛苦啦，又唔夠瞓啦。尤其是喺香港有馬跑之前一日有越洋海外嘅賽事啊，咁啊更加疲倦，更加夜瞓，瞓唔夠精神，仲要特登早起身幫西華三寶做節目。咁所以有見及此，我諗嚟緊呢，我只會一個星期做一集節目，即係跑夜馬，我呢啲咁嘅時間呢，冇問題嘅，我會做。但係跑日馬我就無謂太過早起身呢，就做節目啦，寧願瞓多少少，精神少少做直播好過啦。希望大家明白，聽唔聽得明啊？如果明呢，請你喺影片下面撳個1字，記住未訂閱本台着數呢係好着數噶，已經濃縮咗我全日嘅心水，濃縮咗你係聽緊噶。咁啊，所以記得訂閱啦，唔好慳啊，撳埋手指公啊，知唔知啊？多謝。喐一喐隻招財寶馬，我哋幾個鐘頭後呢，喺我嘅主頻道直播，再見啦，拜拜。